第位一个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请咱备办心，暂时莫短传来，也是其他的消息，互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这时所定着的时间已经到，请咱伫奏乐的音乐中间，做伙安静，备办咱的心来敬拜上帝。请奏乐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。固等到万世。
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，愿伫你威严的宝座前，拍落敬拜，学落你。万物对你来，万项物也归伫你。权能稳定的主，阮是你卑微的奴仆，阮要用谦卑的心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仁爱互阮，感谢你创造阮，保护阮。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互阮。阮伫遮要向你来认罪悔改，因为阮误用你所赏赐互阮的恩赐，破坏人、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阮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已经对罪恶中得到透放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伫疫情严重的时刻，求你赐予阮平静安稳的心。求你继续看顾你所疼惜的台湾这个岛屿，阮也恳求你加添智慧、能力，互阮的政府官员，互因会当带领众百姓行伫上帝你看做好、水、良善的道路。阮也恳求你加添气力、健康，互医护、警察、消防这个第一线的人员，帮助因、带领因。继续成做社会的守望者，也恳求圣神的大权能，甲身躯、心灵软者有欠缺的人三甲直直，帮助阮伫疫情中间注目伫你，独独仰望你，因为你有应允。既然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组织做伙祈祷，你就要甲因三甲直直。即时我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、埋葬、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。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用诗篇130篇来启用。上主啊，我对前面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。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的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情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就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21到25节。甲34节到36节，耶稣坐船，搁过去迄边，规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。迄时耶稣伫海边，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艾路来，已经看见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骹下，切求伊讲：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，请你来用手。换伊，互伊得着救，来活。耶稣甲伊去，
规大阵的人对伊真快活。阁有一个负责人，岁老12年，伊就甲伊讲：负责人啊，你的肾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，你的病全然好。在讲的时，有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，啥事要加劳烦先生。耶稣边仔听见所讲的话，甲管会堂的讲：无得惊，只有着信。赞美，请休息班。你的三剑父亲去白白那些，剑父水的有高的宝血。你剑父就好伊洗清气，剑父水的有高的宝血。也无专心靠求主得着情义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，也无水的有血，使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三剑无清气白白那些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。你剑母你行甲救主相同，剑母水的有高的宝血，救主退咱赎罪实在真妥当，剑母水的有高的宝血，剑母水的有血，使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三剑无清气白白那些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。神行塞那落来的三剑无白，洗清气的有高的宝血。灵魂咸味点出彼般的主题，洗清气的有高的宝血，也无水的有血，使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三剑无清气白白那些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。望着做歌，伊唱着隆重汤里，洗清气的有高的宝血。灵魂有话有宝怎通洗清气？要来洗的有高的宝血，也无水的有血，使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三剑无清气白白那些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。你的三剑无清气白白那些，也无水的有高的宝血。你的衫兼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洗甲白白白，亲像那雪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特别咧讲到，咱的人生，咱踮即世间，敢若踮伫咧布棚，敢若穿一领衫共款。毋过，踮咧即个世间有真侪误会拉神，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咱要得着换新。所以感谢主。互咱踮伫真艰难、袂当实体相拄的时刻，咱阁会当通过线顶
和天父上帝三接棍，这是咱对主领受的恩典。搁一摆回应主上帝，伊踮咧以西结书22章30节，主上帝安尼讲：来，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，伫我的面前为着这个国徛伫破壁的所在。上帝邀请咱，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伊面前，毋但来敬拜伊，经验心灵甲诚实真实的功课。咱亲近主，主就亲近咱。伊嘛咱提出邀请，这个重要的时刻的一个使命，咱要成做上帝的大使，徛伫这个世间，徛伫台湾要紧的时刻，咱为国家、为社区、为家庭、为教会来祈祷。所以伫过去这礼拜，咱通过耶利米到耶利米哀歌，一讲一章一节的金句。伫个3工前，兄弟抄着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时阵，目睭拢紧起来。尤其是对25节到28节咧讲，听候耶和华，心内找耶和华上帝的人，主的确要施恩予伊。咱就要仰望耶和华，安静听候伊的救恩。特别27节到28节。咱看到伊青年人讲话，伊甲人讲年轻的时阵，咱背重担，这是好。为什么？咱最近读28节台语的圣经，安尼讲，伊着家己坐，无做声，因为这个担是耶和华下伫伊的心上的。在第一场的礼拜，咱特别互青少年人会记得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负恶，你有一些恶在身上，无论是功课的恶、人际关系的恶、跟同学彼此之间的挑战，面对老师或面对你前面的人生方向，有很多的恶，台语讲有真侪担伫你的心上。但是28节甲咱讲安怎？这是耶和华上帝下伫咱的身躯顶，下伫你的身躯顶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咱就要回应，你唔免想要甲遐杀掉。生命成长的过程，就是需要这学习的，就是安静，无做声，家己坐。迄个时阵，你要发现袂孤单，嘛无惊行，因为主上帝甲你同在。听候耶和华上帝，伊就要施恩予你。咱嘛伫咧2礼拜前。青年人礼拜刷了后，真爱用这句话互相鼓励，因为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台语安尼讲来，因为阮的行是对信，不是对所看。我们行事为人，凭着信心，不凭眼见。哇，这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是更较大真实的功课。因为到第18节，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，因为这一切拢是出自上帝。你若要体验一切拢是出自上帝时，真正是着爱对信心来看，毋是对目睭所看的，毋是对你所看，是对信心才当经验甲上帝同齐做工，同齐经历逐日的生活，同齐来修行。所以今仔日。咱要最近过来看耶稣伫这个时刻，伫疫情，踮咧台湾是咱还佫爱真严格面对的时刻。咱来看圣经安尼讲，敢佫着爱罗环先生吗？这段经文对马可5章21节到36节，咱踮咧厝内的兄弟姊妹，请你爱甲圣经摕出来。咱今仔日是敢若读中间的2段来念。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我特别把这2段甲摕出来。规定人来到加必隆，坐船过来，足侪人踮咧耶稣的身躯边。加必隆是一个要紧的城镇，踮伫加利利湖的北边。伫遐有会堂，这个会堂是犹太人组织敬拜、三甲学习律法的所在。伫迄个所在有一个会堂内面。
一个管会堂的，用今仔日来讲叫做长老。一个长老爱发落的，毋是事务性，搁较要紧，是发落礼拜家庭邀请讲员，今仔日的经文要读倒位，袂输啊！敢若亲像今仔日传教者、安排者一切共款。伊有一个查某囝，细汉查某囝即要死，咱看伊来甲主的面前，人遐尼侪来甲主的面前，拍伫咧耶稣的头前，求耶稣再三求他，求耶稣。咱家己的圣经，巴克的牧师伊翻译甲真好势，伫第5章23节的所在，伊安尼讲：切切求伊啊，切切真迫切来求，求3项：求你来甲还手，求你来甲医治，求你来互伊活落去。本来要去行这项代志，中间有一个插播。25节遐安尼讲，有一个妇人人会老12年，有一个妇人患了经血不止，血漏12年。迄25节插伫迄个所在到34节，咱知影即个故事。然后煞只后壁，耶稣去挨落因兜。咱今仔日三甲要来看的，就是这是2019年每一年，咱拢会看到特别的话。在2019年的一个平台有一个写足侪话，讲今年大家流行的潜台词，毋是潜规则，潜的潜水艇的潜。即句话安尼讲，背后伊到底咧讲啥？啊，多谢多谢，吼，多谢你来斗3工。你毋通掠做伊真正咧甲你讲多谢你来斗3工。你爱看迄个伊咧讲的话意思是安怎？后摆你毋通阁出手，即我家己发怒就好。吼，多谢你来，多谢你来。后壁即句伊无讲，后摆你毋通出手。这就是2019年咱看到真侪叫做潜台词吼。台面上讲的话，甲实际上伊咧想啥？台面上讲，我不喜欢麻烦别人。这种代志我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拢家己来。即句话意思是安怎？迄个潜台词吼，踮咧网络甲咱讲，伊这叫做啥？我不喜欢别人麻烦我。所以你又唔通卡袂着，就讲，柯牧师啊，你甲我斗安怎？柯牧师啊，你创啥？当我若讲我不喜欢麻烦别人，其实伊的潜台词是这个意思。我爱插播哦，你是阮当爱定定找到的，找我吼，我真欢喜讲人有代志三甲大道，你来甲我讲。这是一款，伫今仔日敢若好亲像你一个手机踮咧厝的，逐项代志拢会用发落好势，足侪事你的经验拢会用甲做甲就好势。毋久，咱深深体会，伫即个社会，也是伫咧拢通基层的，遮个朋友因讲走江湖啊，踮即个社会出嚟，踮咧即个江湖中间，你要会当生活做好势，迄是因为互相麻烦所建立起来。咱请人斗3工，别人请咱斗3工，互相麻烦呐。互相麻烦就是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斗3工斗摕一个好的人际关系，好的性命关系是安尼建立起来。这是一个光谱的两边，一边是讲我无爱别人来麻烦我，我嘛袂麻烦别人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阁要学习着啥？学习着讲，实际上是爱互相帮助。这是人社会化的过程。有当时我这边，有当时我这边，互咱的性命较成熟。那干咱一边不成熟，干咱要靠别人嘛唔对。但是咱伫咧这款的摆荡之间，有当时咱真正唔通，较袂着要麻烦人，有点赖皮啊。什么代志要着赖互人啊，叫人到处理吼，反正我就踮咧厝的代志就会解决，都不对。但是嘛唔通，逐项拢无要找人。这是一个无绝对的，毋过伫咧即个中间，咱咧学习。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到第一项，即个睚鲁，伊是一个管会堂的有社会地位，踮咧必龙受尊重。那用因迄个时阵的社会形态来讲，伊应该嘛是伫个真有经济能力的人，会当帮助人、受人敬重。但是因为即马查某囝过身，
即个过身啊，破病足严重，所以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听到讲因按对话另外一个乡下，佫坐船过来啊，已经到，所以你看后壁都是家己伫学，真侪人踮咧河边。街路其实伊若甲边仔的人交代一下，啊，甲厝内的人交代一下，有人去请耶稣就好，毋免家己去。真有可能边仔的人拢感觉讲，哎哟，你即款地位的人，啊要去找耶稣，你爱知影用咱今仔日的话来讲，耶稣伊敢若亲像啥，你知无？敢若亲像街游啊，流浪汉，居无定所，已经无搁住伫拿撒勒。定定走来加比龙，啊，踮伫咧迄个叫彼得因遐，啊，若无，就是逐所在，佫走到对方迄个外邦吉拉辛的所在，格拉森遐吼，哇，无啥物好面，啊，四过袂输敢若亲像四过流浪的人，你找伊毋对，可能连伊厝内人无人要听伊诶拜托，家己来到耶稣面前，我的查某囝特别是。这是我人生碰到重大的困难。虽然对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、文学教师、阮的先生讲这叫耶稣的吼，可能怪怪哦，爱说理哦。毋过我踮伫加利利这个所在，踮咧加比龙这个所在，听到人看到你行的代志，我要请你来阮兜，为我的查某囝欢手祈祷，互伊好。会当活落去，这个所在甲咱讲到性命真要紧的时刻，毋好家己去担，天父上帝毋甘，你就爱提出来，自求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你要甲人讲，要敲电话来教会，也是要迄落请人斗相共的时，要祈祷的时，爱将即款袂记得掉，什么袂记？第一，爱甲你的偏见摕掉。你若无甲偏见摕掉，你就会失落真侪好的机会。有当时啊，偏见就是咱家己已经有的意见，啊，就习惯啦。按旧年开始，咱学习一寡功课，真侪人习惯手机摕起来，啊，就用来，因为真方便，真方便。哇！旧年开始，咱在线顶要讨论，啊，咱看到讲有 Google Meet， 有 Room， 啊，有啥物迄个 Teams 等等这些。真侪无共款的方法，我还是喜欢用咱，我拢爱接触遐。当咱有偏见的时阵，有家己已经有的看法的时阵，你会失落真侪福气，真侪机会，爱甲这摕掉。啊，若无你袂用耶稣基督来求，过来，家己有一寡成就，家己有一寡经验，这会造成骄傲。即款的骄傲出来，你就要家己来烦恼，连上帝都毋免斗相共，连上帝都毋免斗相共，连上帝伊拢开欠。即款的骄傲爱甲摕掉，爱甲袂记得去。第三，甲骄傲无共是人的心理上真深的所在，有一款的要求尊重、尊严呐。这个让我尊严受损。安尼你都无爱开喙。无爱自求，所以有一个老师讲，你及时把握，把家己即款的尊严，甲放在一边，甲地位放在一边，会互你的灵魂得到救。人若无踮伫基督内面，伊来互咱换心，咱一直感觉讲，我即马即个实在是感觉真看我真好，爱将即款的心理同深迄个尊严。甲摕一边来求耶稣，这是生命需要的时刻。当然，主耶稣欢喜，甲爱落去，人遮尔多做阵行，话话快快。拄啊，咱读圣经的讲，规定人缀伊去，话话快快。有一个妇人人，惠老已经12年，伊安尼讲，就是伊月经安尼普拢是这女性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一天两天真艰苦，但是有人若3、5天一礼拜的时阵，迄毋是干那身体的代志哦。血红素无够，脸色苍白，有当时啊艰苦痛，生活过来足大的无方便，足大无方便。那是2000年前，
照伫利未记15章的记载，这叫做无清气的时阵，踮咧厝是无清气的，摸着物件是无清气的，袂用去回肠。这个时阵袂用踮咧众人中间，因为你甲人愧着，你的无清气嘛，抹着别人，别人嘛抹着迄个无清气。所以，一个无清气的人，伊也踮咧厝的等迄3天假，迄礼拜假，月经假啊，伊才会当过踮咧厝的。料理，才阁会当去回肠。你若无讲，在无清气中间，你若无讲清楚，去卡着，安尼这大条咯。同严重的，互人赶出回肠，互人赶出社区，性命关系会去互切断。伊竟然加来遮，因为经过12年，看足侪医生，圣经讲看足侪医生，颠倒受足侪苦。袂随今仔日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问即个专家，问迄个专家，有当时啊，即个医学专家看法无啥共，注疫苗要注即间，还是注迄间较好？喂，这真正爱看科学医学的数据造出来。啊，毋过看真侪医生，即个妇人人受遮尔侪苦楚，12年拢无好，这是伊上尾啊，感觉一个机会。所以，伊加踮咧众人中间，甲人争来争去，要争到耶稣的身躯边。照民数记15章来讲的，耶稣因所穿的衫有3句，遐有喙鬚，吼，有那个细细的喙鬚伫遐。啊，即个咧，来表示伊是上帝的百姓，会记得上帝的律法，会记得上帝的话，所以伫因的衫有鬚。有手安尼坠子在那个地方，伊说：我若去摸着，我就要带伊即个是属于上帝的人，要对遐得到医治，因为我听到足侪伊的代志。即个中间对耶稣来讲是一个意外，因为今仔日的行程拄啊所答应的是要去街路运道，今晚踮咧路上去冻着。会影响你头前要做的代志无？所以，咱看到耶稣伫迄个中间回应即个妇人人，伊用行动甲祈祷甲斗阵。咱看哪些个你摸着耶稣的衫，心内想的是啥物？摸的时阵，心内想我会当得到医好。所以，咱常常伫祈祷、伫想的中间，咱嘛就要有行动。到底是要开圣经？到底是要行出来？到底是要摸倒一项？你的手爱工时阵做工。咱常常坐遐祈祷，祈祷了，吼，这就叫我听候嘛。听候是一个甲主三个同工，咱讲几落摆。听候是甲主坐斗阵，甲主三个同工。安静的时阵，甲主三个安静；行动的时阵，甲主三个行动。这个时阵，耶稣是伫咧行动的中间。你哪祈祷，哪想，手哪去摸着伊的衫句，摸着伊的穗子。你若行动无，你干那踮咧外口看，安尼真无彩。这个意外，毋是干那这个妇人人，伊需要的时阵。祈祷得到满足，要紧的这段咱要甲大家分享。意外来爱付代价，连耶稣同款，伊都爱甲时间拨出来。这中间毋爱动几分钟，20-30分钟。过来，伊的能力出去。咱若注意看即句话，耶稣感受到吼，你若甲这圣经摕出来看，耶稣经验到有能力对伊的身躯出去，表示安怎？耶稣。奉献伊家己的时间，奉献伊家己灵性顶头甲上帝的亲密，通好，互你的服侍有效果出来，结出果子。真侪时阵，咱伫服侍的时阵，也阁是照家己的想法、看法，阁照家己的节奏，这个时间挑战同大。几年前，咱三甲真方便用3C 产品的时阵，我听到一个。咱教会长老踮咧讲牧师啊，我感觉吼，3C 产品是这个时阵魔鬼撒旦同大的成就。我讲啊，这是科学，互咱的方便呢，无毋对。伊感觉伊深深体会，
互咱真方便。今仔日咱嘛是靠3C 伫咧线顶聚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当时阵我用个3台咧做代志，踮咧遮心灵诚实敬拜主，但是我则搁咧看另外一项，阮的迄个拍球的吼，朋友已经讲哇，遐久袂当出来，啊，甚至讲3个、9个以下，咱嘛是会当出来一个吼。啊，搁另外一个平板呢，电动玩具继续在跳。你当时阵安尼咧行呢？这已经是几多年前啊！一个长老咧甲我讲，牧师啊，3C到底是上帝祝福，还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？你会去经验到啥？你要服侍的时阵，你拨时间付代价，但是到底是付给什么人？你的心有献心伫你服侍，伫咧迄个中间，或者叫做灵性的服侍，唔那干那外在我时间拨出来。我的心灵诚实放伫遮，主耶稣甲咱讲着，当意外，当你插播的代志来，你欢喜服侍，这个代志是主回应这个妇人人最重要。所以当这个妇人人知影伊家己身躯顶得到医治的时阵，真惊讶。为什么？这边怎讲？因为耶稣在问什么人，到底什么人？问我，因为有能力出去。学生讲：“哎呀，大家快来快去，哪有什么人特别？”耶稣讲：“无，有人有这个需要，这就是咱咧讲的。意外，耶稣欢喜付代价。所以耶稣甲讲，你的信，互你得救，平安转去，因为你得到医治啊。”耶稣要甲讲，你会当平安转去就安怎？倒转去厝诶，毋免阁烦恼，讲你摸着物件无清气，去互祭司，去会堂，互人看，你已经清气。当这个时阵，对耶路的厝内的请咧讲，查某囝已经死啊！所以你看耶路目屎已经滴来，哇，已经死啊！都是互这项代志当着，那早10分钟转去都无问题啊嘛，吼！所以边仔人甲耶路长老讲，哎，唔通阁劳烦老师，麻烦耶稣去咱兜，唔免啊啦。耶稣无插因所讲的话对这个会堂的主管管会堂的耶路讲，无得惊，只要信。这实在是咱今仔日要紧的一个坚定的回应，嘛是咱今仔日的根据。你性命有这款的坚定无？边仔有真侪声甲咱讲，唔免阁麻烦耶稣啊。人看似是而非，看一寡代志看袂清楚。甚至有一寡代志是无可能，完全无可能啊！但是当上帝甲咱同在，甲咱三甲伫地时，一切是非而是，一切看起来是混乱的中间，你要看到上帝讲死就是安尼，照安尼去行。上帝听连死亡嘛较赢，所以罗马书第8章39节甲咱讲，上帝听伫咱的中间，所以任何代志拢袂当切断。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所互咱的听，咱来回应。所以咱尾啊，你若看圣经后壁，耶稣甲耶路去甲因兜，其他的人安尼靠目屎流、目屎滴安尼踮咧遐吼，靠到要死，吵吵闹闹。主耶稣无插因，干那带囡仔的父母甲伊3个学生入去耶路查某囝的房间，牵伊的手，甲讲查某囝起来。起来了后，佮交互耶路，甲伊的妇人人讲，互伊食，互伊食。伫即款疫情大外的时刻，咱真侪活动、聚会、上班拢受限制。咱行动的时阵，大家保持距离。家庭、社会有当时啊，充满一寡的跨入，甚至紧张，起来。在过去这1个月个，感谢主，有一寡家庭讲，哎，愈来愈好势啊！拄开始迄2礼拜真混乱，囡仔拢伫厝诶。按5月18开始，到5月底迄2礼拜，哇，厝内安尼，毋知要安怎安排时间，逐工爱踮咧厝煮3顿。但是渐渐学习着要安怎对话，要安怎三甲斗阵。咱即马看袂到
要恢复所谓正常生活的时间表，坦白讲，即马看袂到哦。有影7月12号的解除第3禁嘛，这逐个人咱爱个准备心。毋过，咱目睭毋是干那看伫遮，咱要看主耶稣甲咱讲，无得惊，独信，毋免惊，只要信。咱毋通惊爱麻烦耶稣，都爱亲像家老共款，切仰主祈祷。伫即个时刻，搁较爱切仰主祈祷。逐礼拜你踮咧线顶，逐个三甲祈祷的，共款遐个代志吗？有人甲我讲，牧师，逐礼拜我拢为这祈祷，我感觉歹势呢。逐摆拢提出来一项，我讲你看概路，再而三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切伫耶稣面前祈祷，请主来，甲我还手，请主来，互我得到医治，请主来，甲我同行，互我活。咱嘛共款。咱踮咧线顶互相还手是啥？就是祈祷，得到医治，因为主互咱换心。要紧的，伊讲活，通互我的查某囝会当活。所以同尾啊，你若看这段经文，同尾啊，耶稣叫因讲，你都要互伊食，要活就要吃啊！有吃就表示他是活的。今仔日人若入面的时阵，手水也好，破病入面。到尾啊，咱的关心拢会问讲，伊即摆会用咧食无？所以讲有无？咱无问伊讲有咧喘气无？咱无咧问讲伊有喘气，都当然嘛是搁咧喘气。不管是用呼吸器，还是安怎，当然是还搁有咧喘气、心脏跳。但是咱要知影伊是毋是健康，是毋是恢复一个程度，有一条线叫做啥？咱讲伊会食袂？会食袂？哦，耶稣甲挨老甲伊的太太交代，互即个查某囡仔食，都是咧甲咱讲啥？伊要活伫咧上帝所备办的日子中间，求主怜悯因带，尤其是伫即个疫情的中间。所以，咱知影咱的性命会当用主求，因为伊是咱真实坚固的石盘。即个坚固的石盘要互咱徛在。主耶稣甲咱讲，毋免惊。就爱信，独信。圣诗570首，主上帝我坚固石盘，互咱会当常常面对风雨，面对挑战，昏雾暗暝，咱犹原无惊吓，知影主要互咱头前得到平安，话得太平，咱来吟全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各最关怀保护所在，有指我，世就危险那阵风雨，主必伸手搭心辅助。点你心的安稳照顾，因保护，小世中拢有袂罪过，去撒因，主上帝叫你帮助我，因保护，路着在咱一心，存你心就负起保庇，求你将我坚信关你，因靠你，随就亲像有安眠，我所以听好去更精彩的心。要记你，你是你要无去供应，使愿平安为你开平，我想我落你主面前，因无停。
感谢主，互咱有这款坚定的信心，咱唔通惊麻烦耶稣。伊多正肉体来到咱中间，就是要成做咱至好的朋友，成做咱性命坚固的石盘。所以你会当回应主，伫今仔日你所领受的，无论是多一句话，多一节的经节，你会当主求，将这款伊所应允的降落伫你的中间，伫你的家庭。无论是教会的事工需要，虽然咱即马无法度实体，毋过教会真侪事工依然的继续进行。暑假咱讲活动袂当进行，啊，毋过咱的福音队的筹备、伊的训练，啊，搁伫线顶，或者青少年共款上课受栽培。咱逐个小组、逐个线、牧区，咱依然共款，咱聚会线，咱踮伫你特区的所在，11点半，长老即时会邀请你最近踮咧线顶，大家互相带祷，这拢是咱的事工继续的进行的。但是你家己的家庭，的确有你要摆列伫主面前的祈祷，但会当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厝，主来求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领受你极大的疼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放心来甲耶稣讲，迫切主求，阮知主，你毋惊阮麻烦你，阮要劳烦你来源头，踮咧阮的生命中间来做主，来引带阮。主啊，阮献伫你的面前，阮需要你家己来阮中间，恳求你接阮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来到阮的家庭，来到阮的中间。阮祈求圣神你帮助阮，主来开喙，迫切主来开喙，因为你愿意来到阮的中间，为阮欢手祈祷，互阮得到医治，互阮灵性的生命得到活起来。尤其伫这个疫情的时刻，真多物质操烦，真多纷争对立。主啊，恳求你圣神帮助我，互阮会当主耶稣开嘴讲，主啊，劳烦你来到阮的中间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要帮助陪伴我，通互阮踮咧这个无明。啊，还有真侪无确定性的时刻，要通过主耶稣你来欢手医治，互阮得到活。阮也要将线顶每一个家庭交托伫主的圣手，无论阮踮咧厝内10个、8个、2个、1个，每一个家庭拢是主你所疼惜。你要进入每一个家庭中间，依然同款，主你家己欢手，你家己医治，你。要互每一个家庭得到活泼，得到活命，得到活力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，你的怜悯，永远无离开阮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主上帝，互咱踮伫即个时刻，有缘共款会当三甲来回应主的听。虽然无法度实体聚会，但是你用个通过银行诶，即个转账，会当三甲来关心，也是你会当摕一个批卡，将你的奉献放伫遮。最近有兄弟敲电话来讲，牧师我还是甲干事联络讲，我这批卡已经放几落礼拜啊，会用个来无？会用个，你甲办公室联络，你若拄好有按教会附近来，会当约过来，干事会来，甲你做一个签收，过来周报顶头会登录这个部分，用咱的奉献来回应主的听，也回应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的方向，甲往前跑走的气力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来因带保守，所以咱上路尾要做阵来吟圣诗519首，咱用这首诗歌做上迎，嘛做咱的祈祷。为这块土地，愿诚心祈祷。
为这个土地，愿心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，哪更传递遍照，为这个城市，愿欠伊困求，愿自私我命，互阮骨了地球，愿全能起的上帝，你幸福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，愿全能起的上帝，你旨意伫这，愿望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个彼得，对即时直到主国来，阿门。阿门。咱今仔日的礼拜到这个所在，望你会当踮咧厝的，等下11点半，若是你即区线顶长老即使邀请，你会当上线有啥物大道的代志、分享的代志，咱踮咧线顶互相分享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上帝用光变照你，用慈悲款待你，常常看顾你，赏赐恁全家平安。再会。